好多人都以為金屬牙套清潔難唔舒適，完全唔適合青少年使用。行內人話你知，金屬牙套係青少年嘅首選。牙齒畸形係點樣嚟嘅呢？一係先天因素。俗話講，父母係孩子嘅一面鏡子。孩子嘅牙齒大小、頜骨大小、牙齒數目、面型結構等，都係受到父母遺傳影響。但有時父母嘅牙齒好整齊，孩子卻出現嘴突爆牙嘅情況，咁就係受後天環境嘅影響。常見嘅不良習慣、吮指、吐舌、咬舌、口呼吸，都會引起牙齒嘅變形。咁點解首選金屬牙套呢？第一，金屬牙套幾乎不依賴孩子嘅配合度。青少年矯正牙齒怕咩呢？怕孩子偷懶，怕孩子戴唔到圍。金屬牙套唔需要紮帶，即使自控力弱都冇事。金屬牙套固定喺牙面上，可以24小時持續發力，咁對學業繁忙、自控力仲未養成嘅青少年來講更為穩妥，上學上課都無需擔心。第二，金屬牙套效率高。過往嘅經驗嚟睇，一般整個正畸週期4到20個月。現在有金屬牙套表面光滑，能避免傳統鋼牙磨嘴、拮嘴嘅情況。第三，金屬牙套歷史久，適應症廣，而青少年正處於頜骨嘅快速發育生長期，金屬牙套可以隨時調整托槽位置，更換唔同力度嘅公司，通過每次嘅精細調控，能及時跟上骨骼嘅發育變化。金屬牙套也賦予了更大嘅靈活性。家長們、同學們，科學正畸無捷徑，一定擦亮眼睛，更唔好偷懶。